该看逐工哦，拢有诈骗的案件，伫新北市三峡有家己大个老大人，诈团哦是假做检察官、假做警察，讲伊涉洗钱，佮有资金调度，伊互骗1940万，佮互限制自由，警方嘛一定会调查咯。新北市三峡地区传出一件老大人被诈骗的案件，一个独居的姓沈的老先生控诉，被不明人士长期接触，被骗的金额高达大票1940万。专案毋但牵涉大额财产转移过程中，佫出现被害者被限制自由，伫地政事务所被控制办理设定的状况。出门都要报告要去哪里，什么时候回来要报告，自认为是被软禁了。从5月11、12号开始。一直到等于我到8月1号去报案，这样这中间了。那他目前的话，存款是都被榨干了，身上也都没有钱，然后甚至他还不敢跟他儿子说，所以我们才希望政府能够积极的侦办这个案子，看能不能把他的房子救回来。诈团假扮检警，用牵涉洗钱甲资金调度这理由来诈骗，佫无提到正当动机甲对价情形之下，被迫完成房产底合设定。目前警方依然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当中。这个案件本分局、报警新北地检局指挥侦办。那目前已成立专案小组，锁定多名涉嫌人及使用交工具，过于分析，追查这个诈骗集团，那全力来查辨犯嫌到案。议员认为，这个案件不是单纯的诈骗，甚至有令人卡有强制者的性质。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老大人保护机制，警方也呼吁民众爱追出来的老大人，然后改变地籍房产者的交易，一定要提高警觉，避免受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